2016年1月20日星期二，今日天氣又晴朗，雖然山上面有些小白雪，山下面就10度左右。幾靚啊啲雲！而家行緊樓下通道。過去 game room 有去打 game， 去個 rec room 嗰度喺學生放學之前過嚟打幾盤先。攞返個彩。又再 straight 一下。金波，87咋？哎呀，打個 strike 啦，好嘢！車，嘥嘅事。去完 Red Room，而家就去揾食啦。咗炒媽咪，粉炒媽咪，11蚊粉。全部最平，食到七七八八。我而家要多謝木叔的、種田的、種菜的，跟住好多人經過好多個步驟，最後嚟到餐廳嗰度，後廚就準備咗一碗咁靚嘅牛肉河粉俾我食。食完之後仲要多謝幫我洗碗嘅人，感恩咁多人服侍養住我呢個鹹人。
老人家喺呢度住就比較方便啦，乜鋪都有，賣衫啊、書品啊、銀行啊，驚冇錢咋，大把銀行啊。黃昏的時間好繁忙啊！呢度有一間煎茶食拉麵，你話我點使煮飯啊？我一落樓下乜都有得食。